今年31歲，爹哋媽咪61歲。在我之前，我哋關係好好，我係典型嘅人哋嘅女，成績好，有才華，頭頂有光環。呢一份驕傲背後係見住佢哋喺廣州白手起家嘅艱辛。佢哋嘅厚望塑造咗我嘅好強，亦固化咗我報喜不報憂，好少展示自己脆弱一面嘅性格。中學開始，我獨自面對龐大嘅學業壓力，同父母嘅關係亦都因為經濟問題變得緊張。長久嘅情緒失控，令我心裏邊有一個偏執而幼稚嘅念頭，我要離佢哋越遠越好。於是，我真係一個人嚟咗香港讀書，用地理上嘅距離隔開咗我哋。大學到工作呢12年嘅異地生活，我有機會認識咗神，亦無數次反思同父母嘅關係。而家睇返我哋呢一代，或多或少都帶住原生家庭嘅創傷。但當我慢慢意識到，如果我真係覺得自己心智眼界已經超越咗上一代，比佢哋更堅毅、更通透，而我又好驚有一日承擔唔起失去佢哋嘅痛苦，咁點解唔趁仲有時間重新讓佢哋一次呢？於是我決定唔再等佢哋理解我，而係我先去理解佢哋。重養媽咪係補償佢失去嘅芳華。我成日買扮靚嘅嘢俾佢，因為佢25到35歲呢一段本應該盡情釋放女性魅力嘅日子，完全奉獻咗俾頭家，根本冇心機同餘力去諗自己。重養爹哋係溫柔托舉佢嘅精神世界。佢以前做生意好有原則，錢可以賺，但家庭永遠放第一位。返到屋企就係輔導我哋功課，放假就係帶我哋出去上興趣班，根本冇時間照顧自己嘅精神需要。但我知道佢好想去周圍行下，於是我盡量唔俾佢操心我嘅事業同瑣事，支持佢去旅行，同佢視頻傾偈嘅時候做佢嘅紅顏知己，嘗試理解佢嘅命運、倔強同驕傲，鼓勵佢真正為自己而活。我慢慢發現，父母其實都可以被教育、被影響。可能因為我好早就經濟獨立，證明咗自己嘅實力，佢哋開始願意聽我講，認同我嘅諗法。我會將自己學到嘅新視角平和咁分享俾佢哋，傾我嘅創業經歷、對婚姻嘅睇法、對未來5年嘅規劃。當我唔再只將佢哋當成權威同血緣意義上嘅父母，而係兩個需要不斷更新認知嘅成年人，我嘅人生反而輕鬆快樂咗好多。而家每次見到佢哋因為我少少嘅心意而覺得好開心，我都覺得呢一份嘅努力好值得。我明白咗無條件嘅愛，正正就係需要條件嘅相處去承載。我哋冇辦法令到父母變後生，但係可以陪佢哋再成長一次。